欢迎观众朋友再度转到节目嘅现场，佢比新闻幕後嘅單元，先睇下來關注嘅是系頭市面27擺將結束嘅德國係成幫嘅選舉哦。韓國嘅基民黨呢拿到了27%嘅安尼嘅選票，等於講呢算係贏到當度好，唔係講一好哦。咪促成呢，下德國總理梅肯尼持批咧嘅嘅黨魁講，未來唔會過來傾斜。嚟後續會帶來乜嘅影響咯？佢哋搶到嘅係塔蒙太后歐洲研究所張福祥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但是我想問一下，說這一次就是連續2場選舉，14號跟28號這2場選舉，接連着巴伐利亞邦、接連着黑森邦2場選舉，這個現在的執政聯盟其實表現得都不理想。我們說有人說大敗，但是我可能站在我的想法，我可能還是這是慘勝哦。它造成了現在這個德國總理梅克爾說他不會再續任他的黨魁。那你認為說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為什麼這2場選舉就會讓梅克爾覺得說他決定要辭掉黨魁？當然，你用產生這2個字來形容這2場選舉，我認為是很恰當的。啊，他雖然是掉了10幾%的一個選票啊，但是他還是最大黨。還是擁有組閣權，可以繼續執政，所以產勝這是 OK 的。那回過頭來回答你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它會產勝？是。那我想說，這是民怨對於中央政府、聯邦政府一個否決。過去3、4個月，我們看到說，柏林等於是一個戰場。是。它大聯合政府裡面的基民黨、基社黨這2個姐妹黨鬧得不可開交。是。那鬧的這個社民黨，他也無法再從中做一個調停的一個人，所以說3月份到現在有兩次這個大聯合政府差點瓦解了。是。那吵什麼事情？又是吵難民問題。是。所以難民問題，這個我認為它不只是德國問題，也是歐洲問題。那在過去這15年到現在這2、3年，這是影響得非常大。我們看到說，在荷蘭、在法國、在奧地利、德國，是這個主張這個反移民的這些極右派政權，它勢力都大增。在這次這巴伐利亞邦跟黑森邦，德國另類選擇黨，他就獲得12%、13%的選票，幾乎是第3或第4大黨。對，那這個現象的話是很可怕的。那梅克爾的難民政策確實是有被檢討的空間。是他自己也在15、16年之後，他開始修正他的難民政策，承認說他的歡迎政策是有問題的。調整之後，那德國的選民還是不買賬，因為他們日常生活受到叨擾太大了。對財政拿錢去給這些難民照顧他的生活，那生活上面的話，他們一些特殊的一些宗教啦、文化的一些東西帶進德國社會之後，對他們生活影響非常大，所以他認為這些難民問題的話，確實是不太適合德國社會。如果說聯邦政府不好好解決的話，我想難民問題還會繼續延燒下去。是，老師，可是就是因為這樣難民問題，就促使這個梅克爾為了他不續任黨魁嗎？那他宣布要放棄黨魁，也不參加2012年的這個總理大會的角逐啊。那這個2個放棄，那其實他第一個是表示他反映民怨嘛，是人民他覺得說他執政不好，所以他負責為這2場敗選負責。那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相當肯定梅克的格調了，他是一個很有擔當的為這個敗選負責。那第二個的話，他有很強的一個策略應用，就是在於他希望說能夠引蛇出洞嘛，是這條蛇就是 Seehofer， 就是他的死對頭。基社黨的黨魁Horst Seehofer， 那為什麼說他是必須要鏟除的一個敵手呢？從過去的從3月份組閣到6月才3個月的時間，他就投出了一個大簍子，他提出要有一個特殊的德國途徑的解決難民問題的方法，這跟梅克爾的歐洲途徑完全是相反的，所以鬧得這個內閣差點瓦解掉。那在8月份的時候，又惹出了一個馬森事件。那這個事件是非常嚴重的。馬森是德國的情報頭子。那在 Chemnitz 這個地方有右派暴動事件。那所有的媒體以及在現場的這些德國人民啊，都提供這個有力的證據、錄影帶啦這些，證明說
右派分子确实在闹事。那结果马森他在国会里面的一个报告里面说，没有这一回事，是这些都是假新闻，都是有特殊政治目的的人故意操作的一些消息。那所以说，这个危机又闹到差一点，整个大连的政府又瓦解。是，那这两个事件扩溢到这个巴巴利亚帮跟黑森帮，几乎是主导了这两个帮的选举议题。所有巴巴利亚帮跟黑森帮所重视的各帮的一些重要议题，几乎被埋没掉了。也就是说，联邦议题主导邦议题，是，而联邦对这些议题的处理都是荒腔走板，大环境去影响到他们整个选举的结果。所以说，这个两帮的选民就认为说，哎呀不得了了，如果说再让这样的基民党继续执政下去的话，那会出大问题。是，所以选票流失了10%几，那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啊。这联邦政府它如果说在接下来的在选举之后没有办法立刻去稳定柏林的一些政坛，把这些 critical 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难民问题啦，以及跟姐妹党之间的和谐问题啦，以及跟社民党之间的重新再进入一个正常的一个执政步调的时候，如果说这3件事情没有达成的话，梅克尔他是不是能够如愿的说他要做总理做到2021年？那这个是很大的问号。老师讲到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政治上的稳定性哦，就看到现在梅克尔其实他表明不续任这个他党魁之后，他还要做总理做到2021年。那现在万一这个以往在德国上面似乎都是党魁跟这个总理就是同一个人嘛，当这个权力拆开的时候，会对他们自己党内甚至对德国政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德国的政治发展呢，做总理的通常都是兼党魁，那因为他是要把党内的资源作为他执政的一个后盾。那所以说，在过去梅克13年来，他一直利用党的机器里面去辅佐他的政策推行，非常成功。所以梅克尔他不是一个烂总理哦，他是在目前他要退位之后，有很多人是感到非常遗憾的，包括他的史敌啊，我们刚才讲那位 Seehofer 啊，他也用说德文讲说，Das ist sehr schade，很可惜，很可惜，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总理啊，缔造了这个德国在战后以来这个失业率最低的，那他的经济成长也是最稳定的，财政也是最漂亮的，国债慢慢减轻的，那也成为把德国成为欧洲的领导国，他有所谓的欧洲女王之称啊。那这些辉煌的成就，德国人都是非常肯定梅克尔的。那他现在下来，如果说把党魁的位置交出去的话，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前一任梅克尔的前任总理啊，他的一个前任的一个前辈啊，社民党的这个施洛德总理啊，他也就是交出党魁的位置之后，很快的就下台了。所以这个效应会不会发生在梅克尔，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那会影响梅克尔能不能做到2021年，还取决于现在的这个新任党魁是谁。那我们现在看到最近本来一开始有6、7个，后来在我们最近看到的消息是有3个人要角逐这个位置。一个是梅克尔训练出来的接班人了，就是 Frau Kramp-Karrenbauer。那这个 Frau Kramp-Karrenbauer， 他现在是基民党的秘书长。那所以说他是支持梅克尔的，他是他亲信嘛？他的亲信，梅克尔所有的政策他都支持。所以他如果说他能够顺利在12月的一个党代表大会的选举里面脱颖而出，那梅克尔应该可以安稳的做到2021年。那如果说另外2位，一个叫做 Friedrich Merz 那另外一个叫 Jens Spahn。第一位 Merz 这个人啊，他今年已经62岁，那其实他已经退出柏林政坛9年了。所以新的这些媒体记者在记者会里面都还对他很生疏。那发邀请函上面写他的名字还写错，所以他记者会里面还要跟着说，你们给我的邀请函里面我的名字写错了这件事情可见他已经退出政坛很久了。但是这个人啊，
是梅克尔的死对头。怎么说？这个人以前在国会里面，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是基督联盟的一个这个党鞭啊，也就是类似我们这讲的总召啊，这个位置是最大最有力的反对党的一个代表。那在2002年，梅克尔把这个位置把他取代掉了，是让他慢慢淡出这个柏林政坛。所以这一笔账，梅尔茨他是放在心上的。是好，所以他如果说这次出来竞选党魁，让他选上了，那跟梅克的政策应该冲突会很大，积怨多年，对，一次爆发。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主张跟梅克不同政策的，譬如说他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基督政策的一个支持者，是他主张要发挥基督精神，他主张要恢复德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所以说梅克尔他同意了同性婚姻两性平权这个问题，同婚这个事情的话，在梅尔茨认为他是不能够接受的，是违反这个基民党员的意志的，所以他如果说上台这些政策对梅克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那另外一个梅克的对手是这个燕斯曼，燕斯曼这位38岁，才38岁而已，非常年轻。那他可以说是基民党里面青壮派的一个代表。那梅克尔虽然他是对梅克的政策批评非常多，特别是难民政策。他现在为了造势，在德国《前锋论坛报》还写了一篇专文，洋洋洒洒的模仿他当年批评科尔的一个做法，在这篇文章里面一直批评梅克尔的难民政策，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意图是要宣传造势嘛，利用现在难民问题的这种热议题，梅克尔的头痛议题，然后来打他，希望能够奏效。那这个人他现在也被纳入内阁，他出任健康部长。那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其实很棘手，因为健康问题的改革，你们比如说一些公保健保的一个调和，医生制度的调整，一些医务人员的一些增加等等，这些问题丢给他之后，他做的还不错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他第一时间就举手说他要竞选这个党魁的位置。那如果说梅尔茨跟斯潘这两个人当选这个新任党魁的话，那梅克我认为他能不能做到2021年，这是很大的问题。老师，最后30秒，我们想问你一下说，像这样梅克尔辞任党魁之后，对于整个欧洲政坛来讲，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冲击嘛。对于欧洲的话，我个人的一个界定是，梅克尔她是所谓的欧洲女王，在过去她13年的总理当中，她非常成功的在德国在欧洲联盟里面带领的欧洲象权，而且她是处理危机的这一个高手。我们说她在欧洲联盟度过了这个欧债危机，那难民问题也慢慢在解决。那所有的在这欧洲联盟推行的内部的跟外部的一些政策，在他的坚持领导之下，一关一关都过了。所以在布鲁塞尔他听到说这个梅克要推出党魁，很可能威胁他总理的位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可惜。那也兴起了一种疑虑，就是说欧洲没有梅克尔之后会不会乱下去？这是我们值得观察的。好，谢谢老师，谢谢。这是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下半场再睇下继续来关注嘅是巴西嘅选举结果同未来嘅影响，你可以下面继续来关心。非常观众朋友，再个转到讨论嘅现场，下半场带下来关注另外一场选举是投拉丁美洲嘅巴西，迄就了解右派嘅保守纳罗当选新任嘅总统，会不会佢嘅拉美带来乜嘅种嘅影响呢？请到嘅来宾係经济太好嘅经济内嘅教授苏念斌苏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就是我们想问一下，说这一次这个巴西的波索纳诺当选了这个
新任总统，而且在第2轮投票拿到了55%这样的一个选票。那他是不是这个巴西自03年以来第一个右派的总统呢？然后另外会不会带着巴西整个未来的方向往右走？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啊，首先需要知道，就是说他这次能够当选啊，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那个人民蛮多人民啊，已经开始受不了之前这个左派政府哈，就是工人党政府的执政哈。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人民啊，就是说蛮多选民啊开始很不满哈。那鲁拉从2003年上台连续当了2任，然后他的继任者也不能说继任者，就是接下来的那个卢塞福又当选所以等于算是从03年到18年历经了4任的这个工人党的这个政府哈。那鲁拉任内很平稳然后巴西这个有很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社会政策。但是卢塞福上来开始特别是第2任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经济开始变得不好，然后他整个政府深陷这个贪污丑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些征兆，就是可以看出可能接下来可能会有这个政党轮替的这个可能性。那确实这个Bolsonaro 他这个崛起我想也是虽然很多人觉得很吃惊不过因为这个之前的工人党政府真的是做的让人家很多就是巴西人民其实很不满意所以其实就有想要这个投给新的这个换人做做看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他就当选了。那确实这个感觉上好像之前在特别是90年代末期到2000年10年这一段时间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所谓向左转是那但是在2015年开始这个阿根廷选出了这个中间偏右的总统这个马格里然后在这个智利他的那个之前的左派执政联盟也失利然后也是右派的总统又上台这个就是 Sebastián Pinera， 然后接下来今年的这个Bolsonaro上台所以这个拉美 ABC 就是南美 ABC 3国3个最重要的国家全部都向右转，所以感觉上是有一个向右转的趋势这是没错不过这个其实如果深层来看的话，其实或许只是表面上在意识形态上向右转，但实际上其实他们反映出来的这些变化反映出来的是人民对之前政府的施政的不满不见得是人民的意识形态已经从左转右是，老师，我们看到说，你讲到是对施政不满。我们看到说，巴西从2014年开始，它经济原本以为可以靠着奥运再拉回来，包括世足赛奥运，但是发现他们的经济一直在衰退。对，到今年为止有12%的失业率。是不是这个社会跟经济问题，包括他们治安也不好，会变成是他这次波索纳罗崛起的一个很主要原因？没错，这个完全正确。波索纳罗这个人，当然大家要先知道，就是他之前是军方背景然后在80年代末期尚未退伍不过他退伍之后就开始从政然后从91年开始担任这个众议员一直在帮军人的这个特别就是军方发声然后不管是对于这个年金的改革等等，就是非常的站在军方的立场去为他们这个发声服务那他这个人有几个特质也是值得注意就是第一个，他因为是军人，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家主权所以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是第二个他非常重视秩序然后但是重视秩序，他甚至觉得可以不用顾法治，所以说才会有他支持独裁者的这样的。是，所以法治在这方面，因为法治是跟宪法有关嘛，宪法维护人权等等这些概念有关所以他可以。我想就是说，至少在竞选期间他可以就是宁可就是说不顾这个法治的那一块，那也要维持秩序。我想这一点其实说出了很多巴西人的心声特别是在巴西有很多时候一般人民不敢在公共场合
谈论治安的问题，因为黑帮很多在旁边看。你如果讲的话，哦，那有可能对自己的生命造成危险。是，所以他在 campaign， 他在这个竞选的期间，哈，一直不断的强调治安的重要性，这是说到巴西人最不敢讲的。好，所以这个也是人家很多人学者在挂他一个这个标签，说他是民粹主义者。哈，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他真的讲出了人民不敢谈论的，然后很关心的一件事情。那至于经济的部分的话，他这个人其实很有趣，他在竞选期间其实讲过不止一次，说他对经济政策其实一窍不通，但是他其实为了要这个推动这个巴西的经济的进步，他特别的这个就是这个请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济学家担任他的经济顾问，特别是这个 Paulo Guedes。那这个Guedes， 我想接下来他这个Bolsonaro 在2019年1月上任的时候，这 Guedes 肯定会赋予重任啊，可能是在经济那一方面的一个重任，然后想要试图的去重整巴西的经济，包括推动一些必要的改革，然后让巴西的这个就是投资环境改善，让更多人让更多的外资能够进来，然后进而提升巴西的经济。我想这是他目前就是至少在 campaign 在这个竞选期间是一直不断强调的这一点。我想很多巴西的选民也都非常相信他可能可以为巴西带来很大的剧烈的改变。老师，可是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在巴西国会第一大党其实还是哈达德的劳工党，掌握了56个席次哦。对。然后另外是巴西国会有30多个党，现在30多个党林立，变成宛如战国时代。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波索纳罗未来在推动政策上面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阻碍？我想，巴西的国会的多党制其实也不是一朝一日了哈。其实从巴西那个80年代进入民主化开始国会其实都长时间以来都处在一个非常碎裂的一个政党体系的一个状态。那在立法在推动这个党跟党之间的协商等等，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不过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说，巴西的政令其实有很大部分是总统以行政命令来去推动，等于是总统的意志来执行。对，其实都是用其实特别是它还有一个这个赋予紧急命令权可以整个一推出来就相当于就是法律所以其实过去的时候他在特别01年之前，因为01年之后有一个改革让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力有一点被监督但问题就是说总的来看在这个20-30年的这个民主化的时间这个民主时期了就是后威权时期，这个巴西总统其实是在立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即便国会可能非常的碎裂化很难达到协商等等，但是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其实巴西总统常常是用行政命令来治国。是。老师，那我们另外还看到说，就是这一次这个波索纳罗，其实他在竞选的时候，还是当参议员的时候，就来过台湾。那有人说他是这个40多年以来第一个拜访台湾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总统上台之后会偏向友台这样的策略？老师你怎么看？对，他其实在2016年3月宣布要投入竞选，但是他其实真正被这个 PSL 就是他的党提名，其实是在今年的7月所以他在今年的2月底来台湾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正式受到提名。不过那个时候在17年开始，巴西的各家媒体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民调那他其实跟这个那个时候鲁拉还没有说真的被完全禁止这个能够参选，就是说那个最高法院的命令还没下来之前呢，其实他跟鲁拉的这个竞争其实是就是可以就是消长互见这样子那他来台湾，当然这一点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也引起了中国方面一些
很大反应。对，没错。那不过会不会说这个会代表以后台巴之间有什么样重大的突破？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待观察。不过其中有一点可以请这个可以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就是从去年开始哈，台巴之间的贸易经贸的那个贸易量哈、贸易额哈，进出口各增长了30%啊，所以是很大的进步。然后甚至一跃成为就是台湾在拉丁美洲的这个贸易最大的伙伴就是巴西啊，第2名是墨西哥哈，所以我想 Bolsonaro 在上台即便想要在台湾这一块想要推动就是一些比较更深一点的关系我想也是先从经贸这边建立起不过他对于中国感觉上好像也是有一点敌意是那我想这一点他我个人的评估啦，他应该不会以台湾作为一个就是杠杆来去跟中国来去做这个谈判，而是会以他跟美国的关系，因为 Bolsonaro 他个人是非常亲美的，是所以他预料啦，应该是会用巴西跟美国的这个关系越走越靠近然后来去平衡他巴西对中国的依赖，我想是这一点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竞选的时候也说，就是其实中国现在名义上叫投资巴西，其实叫做把巴西整个买下来。他这样仇中的政策，会不会未来其实会对中国渐行渐远？我想，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数据上面来看巴西跟中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额来到750亿然后中国对于巴西的投资这个占所有拉丁美洲的这个超过一半55%都是在巴西投资，然后中国对于拉丁美洲的这个借款借贷第1名是委内瑞拉，第2名就是巴西所以两国之间巴西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经贸关系非常紧密所以不可能，我个人觉得不可能一上台这样子的紧密关系会立刻冷下来。这不太可能。好，那我觉得在这个未来有可能就是Bolsonaro会更谨慎的，会考虑到中巴之间的关系，而不会直接中断。好，谢谢老师。